基督徒在世而不屬世，可能嗎？唔使講宇宙萬物咁遠，淨係講下眼前嘅事，例如醜小鴨變成天鵝，青年出淤泥而不染，呢啲都唔係人類嘅能力可以做到嘅，咁點解我哋又唔覺得難嘅呢？小朋友都知啦，呢啲係上帝做嘅，又唔係要我做，我又點會覺得為難呢？冇錯啦，你同我都係天父做㗎嘛，佢點會要我哋做啲冇可能做嘅事呢？仲有，佢唔會袖手旁觀，佢實會在一手之力嘅。耶穌話：我是葡萄樹，你們是枝子，常在我裡面的，我也常在他裡面，這人就多結果子。在世而不屬世係有難度嘅，只要我哋找實主耶穌嘅教導嚟到做人處事，神會加力，我哋仲會結果子添啊！